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列王纪上》15章1到24节。尼巴的囝以色列王亚罗波安第18年，阿比亚做犹大王，伫耶路撒冷做王3年。伊的老母叫做玛加，是亚撒龙的查某囝。阿比亚做伊的老爸以前所做一切的罪恶。伊的心无亲像伊的阿祖大毕的心，完全顺服上主伊的上帝。毋过上主伊的上帝，因为大毕的缘故，互伊伫耶路撒冷有一拍阵，互伊的囝煞接伊的位，搁互耶路撒冷坚固。大毕伫赫人乌利亚迄件事以外，拢做上主看做好的事。一心无违背上主的命令。罗波安甲亚罗波安常常交战。阿比亚其他的事迹，伊所做一切的事，拢记载伫犹大列王书。阿比亚嘛捌甲亚罗波安交战。阿比亚转去伊的列祖遐，人甲伊安葬伫大毕城。伊的囝阿撒煞接伊做王。昨天我们看到是南国犹大王罗波安的结局。今天我们继续看罗波安的儿子亚比央。亚比央也翻成亚比亚，跟耶罗波安的儿子同名。那亚比央的意思是我的父亲是大海。亚比亚的意思是我父是耶和华。好，那但是呢，耶罗波安的这个儿子亚比亚呢生病，但是呢，他的太太去求问示罗的先知亚西亚，一回到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就死了。那罗波安死后，是他的儿子亚比央来继位。那亚比央登基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他几岁，只有说是在耶罗波安做王的第18年。还有就是亚比央，南国的亚比央只有做王短短的3年。那他的母亲，也就是罗波安的娶的老婆是玛加，是押沙龙的女儿。好，那在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再看到这个名字哦。那但是呢，第3节说亚比央行他父亲就是罗波安从前所犯一切罪，不像他的曾祖父。因为亚比央是大卫的第4代，是亚当算下来第37代，不像他的曾祖父大卫以纯正的心来顺服神。但是第4节说，神仍因为大卫的缘故，使大卫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哦。好，所以这些一代一代在这个王位上都像是一盏灯。好，上帝没有要熄灭他，那要继续的建立耶路撒冷，好，这个平安的城。那第5节讲到大卫一生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事，好，这是在撒母耳记下11章1到27节。那大卫呢爱上了乌利亚的妻子，好，或是说玷污了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又借刀杀人，好，杀了乌利亚。除了这件事之外呢，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第6节讲到亚比央的父亲罗波安在世的日子，常与耶罗波安交战。好，那第7节的后面呢，说亚比央也常与耶罗波安交战。好，所以6、7两节可以看到这对父子，就是跟耶罗波安呢，常常在交战呢。那这个战在列王记没有记载，但是在历代志下13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战争呢是非常的真实历代志下的13章，提到亚比亚，也就是亚比央，率40万精选的士兵，那耶罗波安也率80万精选的勇士。那他们最后的结果呢？在17节，是南国的亚比亚击败了北国的以色列。以色列80万的勇士呢，被杀扑倒的呢就有50万了。
好，所以是这个精力大损哦。好，80万就死了50万，而以色列被制服，犹大人得胜，因为他们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哦。好，那而且亚比亚还追赶了耶罗波安，哦，那拿了几座城。那这里在历代志下13章21节提到亚比亚渐渐强盛，那他跟他的爸爸跟他的爷爷所罗门一样娶了很多的老婆。好，那亚比亚有14个妻妾22个儿子16个女儿。好，那这个是常常交战的40万加80万好120万的这个战争就是在北国和南国。好，他们的上一代上帝还禁止罗波安去出征好，那时候罗波安调动了18万人在列王纪上12章。但是呢，现在呢，他的儿子亚比央呢，就是亚比亚，调动了40万那这个战争是非常的激烈。我们继续来看第9节，以色列王亚罗波安第20年，亚撒做犹大王，伊伫耶路撒冷做王41年，伊的阿嬷叫做玛加，是亚撒龙的查某囝。亚撒亲像伊的祖大毕。做上主看做好的事，对国内拄起乱动，以及伊的祖先所做一切的偶像，搁废除伊的阿嬷玛加太后的位，因为玛加有做撒勒可恶的形象，亚撒将形象撤掉，伫吉伦溪谷放火烧。虽然遐个山头弹也未除去。毋过亚撒一心完全顺服上主，伊将伊的老爸甲伊本身分别做成的金银甲器具，拢带入上主的圣殿。那所以在亚比央死后，他的儿子亚撒接续做王亚比亚也就是亚比央。只有短短的3年，而且年纪到底多大也不清楚。但是他做王3年，他就已经有22个儿子，16个女儿，娶了14个老婆。那这个年纪呢，大概也不会太年轻哦。那亚萨接续亚萨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医治者。医治者。那他做王呢，很长41年。那这里说他的祖母叫玛加。那就是亚比央的妈妈。那虽然说是亚沙龙的女儿但是推算呢，应该是亚沙龙的外孙女。但也有可能是亚沙龙的女儿叫玛加，亚沙龙的外孙女就是玛加的女儿也叫玛加。玛加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压制，压制。所以她是一个太后。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讲到她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太后玛加呢，她造了可憎的亚瑟拉。这是巴利的配偶。那也是迦南的女神。那亚萨呢，就砍掉他祖母所立的这些亚瑟拉所立的偶像，还带到吉伦西边烧。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就是在这个山丘上，还有在青翠树下的这些坛呢，还没有全部废去。但14节说亚萨一生向耶和华纯正的心。而且呢，他也将他的父亲所分别为圣，还有自己分别为圣的金银器皿都奉献到神殿哦。那这父亲呢，原文是祖先，所以可能是从所罗门，从他的阿宙所罗门，他的阿公罗波安，他的父亲亚比央。那这一些的，还有剩下的金银呢，都放到神殿当中。那是一个近前，而且是在南北国分裂之后呢，第一个出现上帝看为好的王，行神眼中看为正的，就是这位亚萨王。意思是医治者。我们继续来看16到22节，亚萨甲以色列王巴沙常常交战，
以色列王巴沙来攻击犹大，修建拉玛城，要阻挡人伫犹大王亚撒遐出入。亚撒就将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府库村的金银，拢交互伊的人臣，派因去大马士革见叙利亚王希顺的孙塔别林文的囝便哈达，对伊讲：咱来结盟，亲像你的老爸捌甲我的老爸结盟，打我用金银做礼物送你，请你废除你甲以色列王巴沙立的约，互伊对犹大撤退。便哈达同意亚撒王的话，就派伊的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攻破以魂但、阿伯伯马加、加利利俄附近的地区、纳弗他利地区。巴沙听到这个消息，就停工，无搁修建拉玛，犹原住伫德萨。对安尼，亚撒王命令犹大所有人民，逐个人拢着服从，将巴沙引来要修建拉玛的石头甲材料，搬去重建便雅悯地区的加巴甲米苏巴。那在亚萨接续王，而且呢，他做了属灵的改革、宗教的复兴，好，把这些累积3、4代的偶像，好，那还有就是这些亚沙龙的女儿玛加太后呢所留下来这些呢权势呢黑暗的权势，一一的除掉，好，甚至还把金银好奉献到圣殿里。但是16节好到22节这里提到，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王叫做巴沙，好，巴沙这个名字意思是邪恶的，邪恶的。那我们在15章的后面会再来介绍他。那他来修筑这个拉玛城。好，拉玛城呢，好，离耶路撒冷只有8公里非常的近。好，所以北国的势力呢，好，就是要威胁到南国好来，而且离耶路撒冷只有区的8公里。那所以亚萨呢，他就相当的着急好，那他知道呢，在北边的叙利亚王便哈达呢，好，跟这个巴沙有结盟所以他就把奉献去圣殿的金银呢，好，又拿出来，好，所以18节说把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所剩下的金银。在第14章的时候，罗波安的时候被埃及法老示撒王抢夺了这些的金银财宝，包括金盾牌。那现在亚萨好不容易又收集又奉献到圣殿，但是为了呢抵御外患，他又把这些金银又交给了这个便哈达叙利亚王。好，那叙利亚王呢，果然见钱眼开，他就放弃跟北国巴沙王的条件合作，然后呢就来攻打北国的这几个城，好，以云旦、亚伯伯马加，好，还有基尼列、拿佛他利，好，这些地区好，就是上面这些地方，以至于呢这个巴沙王呢，他就没有心再继续修筑南边的这个拉玛城。好，就退回去到他的这个首都德萨，好，这也是耶罗波安后来所立的首都好，所以这个是亚萨好他所做的事情。好，那我们再看最后2节，亚萨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成就，伊所做的事，甲伊所起的城，拢记载伫犹大列王书。亚萨年老的时，得到骹的病，亚萨转去伊的列祖遐，甲伊的列祖安葬伫大必城，伊的囝约沙法煞接伊做王。好，那关于亚萨呢这些事迹，列王记只有提到前面他宗教改革，跟后面呢他受到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威胁。所以他用金钱外交来拦阻这个北国以色列王巴沙他的逼近好，但是呢在历代志下呢却对亚萨王呢有很多的介绍。从历代志下我们刚才看到13章14章
讲到呢亚萨王也击败古时人，好，因为古时人呢率领100万大军来攻击但是呢亚萨呢靠着信仰信心呢来胜过这100万的大军从古时来的大军。那15章呢又讲到亚萨的改革的细节，有这个先知的预言，然后呢他们都归顺神。那甚至他们立约要尽心尽性寻求神，那得神的喜悦。所以呢，后面提到这个宗教改革，就是把马加太后造的这些偶像呢，都拿去烧。好，那所以呢，在亚萨作王一直到35年都没有战事。好，这是在历代志下看到。好，他的41年当中呢，前面35年呢，那都是太平因为他的父亲亚比央胜过耶罗波安，那后来又胜过了这个古时人。但是呢历代志下仅在16章13、14、15、16用4章的篇幅来介绍亚萨。16章呢也提到跟这个便哈达的这个合作来使巴沙不再修筑这个城镇。但是后面呢还有一个先知叫哈拿尼先见，他说你因为仰赖亚兰王，就是叙利亚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逃脱了你的手本来上帝要继续的帮助亚萨不仅是抵挡北国以色列，还要抵挡这个叙利亚，但是呢亚萨呢却倚靠金钱外交，所以呢这件事情亚萨呢第10节说恼恨先见，为了这事就向这先见哈拿尼发怒，把哈拿尼囚在监里，然后亚萨也开始虐待一些百姓了。好，所以这个王虽然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有35年，但是最后这6年呢他却开始变了。他被责备的时候呢，他没有像大卫一样诚实的悔改这在历代之下让我们看到的。甚至呢，在亚萨作王的第39年患了脚疾。刚才我们有读到这个脚疾呢，脚的疾病那有2种说法，一种是指脚有可能有痛风。那甚至不能行走。那另外一指呢，指的可能是指性病，性病。那总之呢，在历代之下说非常严重。可是呢，他在生病非常严重的时候呢，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所以可见呢，这个先知哈拿尼对他的警告呢，他仍然耿耿于怀。最后呢，作王41年死了，那由他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约沙法意思就是耶和华已经审判了，这也是上帝眼中看为好的王。但是呢，约沙法的事迹呢，我们在列王记呢，要一直到22章，现在是15章。要到22章才会再看到亚萨的儿子约沙法的事迹。所以这中间呢，全部都在讲从15章的后半段，一直到21章、22章的第1节，都是在讲北国的事迹，特别是以利亚和亚哈王。今天的金句是15章15节，伊将伊的老爸甲伊本身分别最新的金文甲器具拢带入上主的圣殿。亚萨才刚刚把金银圣物送进耶和华的殿，来尊荣神，但是遇到北国的军事威胁，又立刻把圣殿的金银拿去讨好外邦叙利亚的王便哈达外邦偶像的君王。所以在世界上有时候看似最快最有效率的解决方案金钱外交来解决难题但呢是否也往往是我们在灵性上停止依靠上帝的致命毒药呢如同上帝透过先知来警告亚萨王一样那我们的祈祷祈求神让我们知道信仰生命当中改革不容易守成更困难
好，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改革。好，我们是改革中，而且呢，我们要继续的守成。好，把上一代好所留下来那信仰的美好的根基，能够继续来守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今天我们看到两位犹大王亚比央和亚撒这对父子。我们也看见大卫的名字仍然被提起，因为大卫的缘故，神依然使大卫的后代在耶路撒冷有灯光。神一直纪念大卫在神面前那诚实的心，也成为历世历代这些王的标准。求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来学习大卫的诚实。当上帝你光照我们，指出我们的罪恶的时候，我们应当要立即的悔改。也要立即的转向神，而不是逃避，也不是刚硬悖逆。求圣灵也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能够一生向神存着纯正的心，能够来服侍神。特别提醒我们，当我们想要用金钱、用手段、用外交、用人的作为来解决眼前的难题时候，往往也是我们陷入在罪恶的开始。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依靠神，更有信心的坚定来相信上帝你的应许以及你所要成就的旨意。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